市长杨伟霆出席归零食办道宣传活动时，特别表示，坦茂杂志公布亚洲10大街头美食城市上榜名单当中，包含马来西亚槟城、越南的河内、新加坡、印度的孟买、泰国清迈，离第2名就是台南，也是台湾唯一入选的城市。非常高兴，台南市又荣获英国知名媒体 Time Out 公布亚洲10大街头美食城市的榜单，进入第6名哦。这几年，在台南市政府以及所有市民的努力下，包括像 Time Out、英国国家地理杂志、CNN 等著名的国际媒体纷纷将台南列进值得造访的城市或是美食之都。此外呢，著名的新化果菜市场在2019年也曾经获得 Driving and Design 香港设计奖的银奖，而台南市中心的和乐广场在2021年也夺下全球卓越建设奖。台南是台湾的第一个城市，是个古都，但是不断的加入一些新的元素，我们有数百年的文化底蕴，再加上丰富多元的美食文化，相信在未来世界各国的旅人以及国内的好朋友们来到台南的时候，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台南味。根据参考评比，街头美食城市的亮点在于平价、便利、多样，不管是伫咧小巷，也或是夜市，拢会当简单找到好滋味。台南市的街头美食经典代表包含打面、生鱼意面、牛肉汤、米糕甲碗粿等，拢是游客甲在地人上喜爱的口味。台南的城市观光过去嘛连续得到多项国际媒体好评。这次荣获亚洲10大街头美食城市，不仅再次将美食之都的名号推上国际，也为观光行销加添力量。市府表示，未来将持续推动美食甲文化结合活动，并加强夜市的规划、食安卫生甲国际宣传，让更多人认识台南街头小吃魅力，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前来品味古岛的风情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